要走動多啲啊！乜人比較緊啲啦，波攞到㗎啦，但有冇計咧？傳入嚟揾唔到射波啊！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，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！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啊，重新嚟過啦嚇。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啊嚇！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新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係拉基賀新。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，咁啊變咗咧就配合到。